规下晡，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，小鸟你大听。阿公啊伫遮济啊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要跟咱讲的这个俗语就是讲友好。哦，这上重要，人讲必先好为先呐。所以讲，无论做什么善事，一定友好啊，大先。对，你友好若做会好，你才有法当做这个善事。盖先讲，是啊，讲哦，像讲哦，就最经典嘛。一个一个青年，甲因阿公杀落去楼骹，真的是。哦，这实在吼，这有够不好诶。迄因阿公安尼听到要死啊，伊饲伊大汉诶，结果伊要甲因阿公讨钱讨无，就甲因阿公杀落。因老爸就甲吵到无来去。哎，啊，但即摆真正无来啦。真正无来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你讲诶哦，这个社会是毋是哦，小可有问题啊吼？因为我之前无公车迄无，迄就为上届囡仔同事无，同事讲用伊物件较好为，哎，为上届都骂甲呢，我偌歹听咧。但是吼，话佫讲倒转来啦，咱食老吼，咱家己爱承认老，有当时也毋通倚老卖老啦。咱讲话开口哦，来较莫讲安尼，较温和就好，莫讲到那变叫吼。伊若讲吼，哎，小朋友。阿公吼较无力咯，较食酸啊，较干我安尼徛袂调，你用让阿公坐袂？哎呀，一定让你嘛。为啥？啊来讲啊，伊反正听好，歹势，伊过好些咧，啊代志就煞呀。对。啊，若讲到这博爱做吼，爱让这个老弱妇孺嘛。啊，毋过吼，假使今仔日这台车都较无人吼，无要紧，咱嘛用个先坐。啊，若看到老岁仔人，还是有大不倒的，还是带囡仔，咱再让伊坐就好。但是重点是，我是感觉毋是讲咱博爱做要让座啦，其他的位吼，咱若是。少年人啊，还是囡仔朋友啊，若看到即个老大人，还是行动无方便的，还是都爱起来让伊坐啦。对。啊，所以我感觉吼，友好爱为咱家己本身做起。我若友好我的爸爸妈妈，后摆我嘛做人的爸爸妈妈，啊，我的囡仔嘛会学习吧，讲哦，妈妈就是足孝顺的。有样看样啦。是有样看样，啊，过来吼，都爱看咱即个最有意义的节目。即个吼友好，袂去误个是大人。所以咱即摆就来看咱轻松又搁趣味的短剧。这是要找恁的钱，啊，欢迎你后回再过来度假。谢谢。来。多谢啊，多谢啊！哎，后摆再过来吼，会记得哦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开心民宿啦，啊，这边，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来，天天的民宿，来欢迎光临。我是俩开心民宿呢。哦，这边。哦，这开心民宿家来，欢迎光临啊！这来人来哦，来哦。哎，吃。真正真加呀呢！哦，这司机就够人，安尼愈来愈多啦。哎，啊啦，阮客满啦，你会惊无？我真惊啦！啊，毋过阮房间嘛订了袂歹，明仔载佫订房间，订这拢客满啦。你晓摆啥？啊，人客哦，对恁这间反应足歹啦，讲恁服务够歹，佫素咧下早顿我拢无传互人食，人足无方便的啦。啊，迄省火气啦！你捌一个吼，我跟你讲，咱人客若行出去吼，这餐厅拢满世界。后西餐、后中餐、后迄个四川菜，什么菜拢有，啊，佫有面搭，要食啥要家己拣。啊，便当啦，莫讲我嘴甲全破啦。我要入来整理房间，啊，外面才麻烦你甲我看一下。这麻烦你啊，你辛苦。哎呦，莫安尼讲咧。等等啊，我陪你整理房间啦。哎呦，哥哥，迄无用甲呢，啊，遮尔远，你豆腐你也硬起来食。就是无闲哦，加减我硬豆腐偌爽咧。你唔惊打去？你爽啥？我来知啊。好啦，这代志无用诶。哦。来，遮拢列出来，吼，照这顶面的列出来的清单去买。我变咧，姐啊，你是要买几年的哦？物件多。
这2天生意好佳呢，我无闲工就袂记补货啦。你就紧去款的啦，来咱2万块摕。丽丽啊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咱是开民宿，也毋是开餐厅饭店啊，咱都搁摕餐点互人啦。我甲你讲，咱若伊要食物件，应该去出去食就好，咱毋免省费去啊。阮就已经做了惯势啊，来带阮开心民宿嘛，拢知影阮有提供早暗顿，对无？即摆若雄刚促销吼，我也是惊去互人客变面啦。哎，有啦，我知影，我紧去看咧，我要来无用啊。去去啊！知啦，谢谢恁，谢谢恁。你看嘛，看嘛咧，要买物件遮济咧，你看我忝死啊买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做生意哦，少用一下头壳的啦。咱吼剩到这个时阵，暑假时阵知影生意真好，咱来小可囤一下货。嘛到时阵毋免带安尼哦，遮无用，遐无用，遮走东遐走西。你啊看，你走到一个敢若大口袋。你基准遮悬，啊啦，我爱运动啦，啊啦会使无？啊，你运动，啊我已经无代志啊。我要入来泡茶，翘脚练喙手，上好的乌龙茶，是安怎？你有法度吗？你去运动啊！无动，我食药改变无动哈，鱼眼咯，啊！我平时我都喺度外口走到大公司来，你内底在泡茶，你做咧烫我死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好，这是阮的产品，参考看卖啊，谢谢。多心的人也有先生你好，哎你好，你参考看卖。哦，这是阮公司的产品嘛。哦，啊你卖的物件我足济哦。对啊，先生，你敢有兴趣甲我交管几项啊？哦，啊你这少年，看你是出来打工的吼。是啊，你真厉害呢，一摇就互你摇着啊！你好，我叫小丽啊，请问你安怎称呼？哦，我哟，大家拢叫我阿棍啊啦。哦，你叫做小丽哦。啊，遐拄好，我这只做丽，啊多年一丽。安尼就表示讲咱有缘啦。啊，那哥哥，你甲我行情无？哦，啊我来买较济的，是毋是当做我较俗的？你放心，绝对用上佳的价钱算互你。有影吼？安尼好，这我总买。多谢。免客气。房间吼，我拢整理好势啊，真清气。哦，你较无用啊，因为这么暑假吼，安尼人真济，较无用，歹势呢。袂啦，阿舅，啊本来吼暑假人客就较济啊，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，免啊客气。来，休困者，来，咱啉茶。谁啊？东东，啊你咧泡茶开讲哦？每天坐咱泡茶，来泡茶。每天你今日哪有用要来阮遮泡茶？啊，我就出来咧分这个宣传单啦。啊，暑假一段时间哦，有足侪项代志哦，需要大家注意甲配合啦。民俗注意事项：第一，安检设施爱检查是毋是有正常；第二，过12点禁止吵闹，较免妨害到其他的人客。啊，那第三点吼，这个餐点的供应爱特别注意卫生哦。第四，服务爱清澈，这阮一定有的啦。袂当临时提高房价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。无可能。第五，啊，若有任何纠纷吼，都爱马上通知这个民宿中心来处理。对，就是这5点啦，啊，请配合啦。哎呀，会长啊，真正无问题啦，这5点我一定做到到，我会注意的。请啊，啊，这个开心民宿头家娘遐吼，较麻烦你替我甲通知一下啦。我去通知。哟，我若小拜托的，你会长呢？这款代志拢是你的工作，啊，叫我通知，我感觉会奇怪怪的。哎呦，请啊，你就免客气啊啦。啊，我吼是调工制作这个机会，互你甲这个开心民宿的头家娘较有相处的时间啊。啊，你这个也阁无啊，嘿，真拍算哦。嘿呐，阿姑，人个会长吼是替你想呢，甲你制作机会，咱无咱较委屈的答应啦。等恁两个就讲到安尼啊，对，我高比如23种答应啦。答应哦，我无答应。
你是你甲人反对啥物？关你什么事？歹势吼，生理伤好，无时间好谈恋爱，啊，若要培养感情，练功才过来。嘿，君啊，啊，即马听你的口气，敢若青啊吼，有的是道理哦，啊无你哪会反对啊？哈哈，有无？你问伊啦。君啊，讲真，你嘛真够扣分呢。当我是甲你滚生笑，啊，你真正当作真的，你变面哦。啊，滚生笑你莫看场面，你来知人咧欢喜还咧生气啊？你选了毋着时间哦，我袂爽啦。哎呦，阿君哥哥，哎，大家拢是好朋友啊，你看我的面子煞去啦。啊，无效啦，先来讲就讲无情啦，除非啊，拜托的啦。汤汤，即摆是你开金口向，好啦，刚才你咧讲啊，看你的面子啦，我无要追求啊，是啊，我原谅你啦。君啊，啊你安尼嘛当了足紧的呢哈，啊遐尼紧就无代志，啊你哦。你是捌看我行字哦，人阮这做放情，我甲你讲，到时哦，我若要招糖糖创啥货，伊就袂甲我记住啦。你会记得因阿舅伫遮，讲话少较注意者。我甲你讲，啊你既然是叫你去买物件，啊你敢买好啊？啊，我办事你放心，阮只交代的物件拢买好势啊啦。哦，安尼遐紧，100外项的物件，你安尼一捆啊甲买好。哇，是啥物啥紧尔呢？到时哦，人会亲亲送来，安尼才有场面。好臭屁哦！哎，快速点，快速点，今年有单哦。嘿，还好。这上尾也一箱。哦。哎，麻烦你吼。嘿。这替我签一下。哦，我签名。嘿。签签嘛吼。嘿，对。好，多谢哦。啊，你这物件要点一下无？无啦，啊，这个物件也毋是我叫的啊，我哪会知影内底是啥？我唔敢点哦。啊，坤仔哥哥无伫的哦。无啊。啊，毋过伊甲我讲，伊要伫咧民宿等我呢。啊，我就叫伊出去看物件，啊，袂转来咧。啊，无要紧啦，这物件吼，我一箱一箱摕开，啊点互你看，啊咱对单啦，好无？哦。免啦免啦，我信任你啦，吼，免吵免吵。坤仔哥哥，哎，你好你好。你点会会啦？好，哎，小丽啊，我甲你介绍，迄个阮姊啊啦。哦，丽丽姐，丽丽姐你好，我叫小丽，请多多指教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你好你好。啊对啦，小丽啊，我甲你介绍，这天天民宿的头家也做钱啊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头家，你好啦，我叫小丽吼。啊，这是阮公司的物件，日用品啦，啊，看是食的还是用的，你若是有欠吼，会用的甲我叫啦。啊，这介绍吼，我绝对上足多，互你，一定互你满意的。你买物件逐项拢有呢。系啊。我若有需要，我就敲电话。多谢。小丽啊，哦，你阁真会做生意呢？迄初见面的，你著物件一直甲推销咧，哎，真拍拼哦。无啦，啊，既然出来做事啦，就爱较拍拼的啊，你讲对无？啊，歹势啦，迄若是无代志吼，我要搁赶去别位仔送货啊。我若搁欠用，我再敲电话甲你注文啦。好啊，我等你电话哦。好，啊，袂做你啦。再见。再见吼。再见，有闲才来小宴吼，别惊嘿。你看恁棍啊，真正足够拍切啊！你看到迄少年妹妹幼气的吼，啊，伊迄低高身都搁压起来，你看低高哪擦顶啊，哎呦，妖艳哦！文啊，无你是去倒位啊？熟悉这个叫小丽的查某囡仔？哦，迄离公园啦。公啊，熟悉。嘿啦，好啦，姊啊，你莫管遐济啦，你交代啊，我拢甲你买转来，但是处理好势就好啊，对吧？我跟你无散文啊。啊，无啥文哦，啊，歹势，随甲你摕过哈。哎，啊，你是无听迄人家话讲无啥文啊？嘿，看倒一箱，去拍开来看，啊，啥文通摕去互人客？好啦，这紧三只摕尔，伊佫无啊？够用的，啥文毋知安怎录的，你嘛是安怎录呀？你知影哦，人大片杀票较凶，啊，你是？但是对头先着，你脚先哦，真正影吼。啥？啊？啊，你来阮遮是有啥物代志？我给你。
我走了。啊，摕一个宣传单难呀，敢就爱这落行？ 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算2、3、4，哎，老早老早，哎，丽丽啊，啊，你早顿拢准备好啊？嘿呀，我嘛准备好要互人家食啊！啊，你咧，你食饱未？我食饱啦，阮也无准备啥物啊，所以阮家己就凊彩煮食。哦。啊是讲你较辛苦啦，啊，恁着搁煮早顿互人家食，安尼较辛苦啦。其实嘛袂啦，啊，就做了惯势啊，而且呢，即马吼休落的期间，哦，人客当济，啊，咱生意当好呢，对毋对？啊吼，咱若服务较好咧，加几项啊，互人安尼福利吼，人客都来袂离啊。有影啦，有影啦，但是较辛苦啦，吼。头家娘，哈，啊啦，你看啦，你民宿有问题，阮一困起来变成安尼。无啦，哎，安尼红红一包，哎呦，哎呦，敢若贵宾阁敢若，哪安尼啦？你们要负责啦。负责哦。无喏，会是少年的，啊，当自阮开这民宿到即当阵哦，从来嘛毋捌发生过即落代志啊，对无？啊对，恁是毋是吼？食啥物物件啊？过敏？不会过敏的啊，我也不会啊。啊，拢袂哦，我代无真啊安尼。哦，好啦，哎，规定哦，你是来倒阮遮早呢啦吼。啊，等我者，我来摕钱，我带你去便宜点。等我者啊，你真奇怪吼，哪会安尼？真是，去，奇怪，以前都毋安尼，安奈即摆会发生这个代志？你好，我来找你好。哎，亲啊，有看阮姐无？恁姐去病院摕囡仔，啊不，恁姐带两个囡仔去病院啦。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落迄人家吼，啊食的，啊那过敏啊，困起来讲过敏，我看吼，迄敢若被单洗无清气。这无可能。但阮姐个性你嘛知啊，迄样尔猫毛，迄被单都洗到外清气，洗到有要破咧啊。也若无，这是哪会去发生这？对啊。哎，君啊，你民宿又搁出代志啊啦！哦，会长啊，你莫黑白讲话，透早都咧拍积水。吼，我哪有甲你拍积水啦？拄则有人敲电话去民宿中心遐斗啦，讲什么恁民宿哦，的卫生有出问题啦。啊，有人哦，迄身躯拢啊起一粒的红点呢，啊，搁会痒呢。会长，讲真，你消息真灵通呢。这款拄了发生呢，你就随接到。我即摆要检查恁民宿的房间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李大同，好啦，要检查就来啊。我无咧惊啦，迄订单家伫5口乌白来吼，着泡船啦，着梅洞，啊要二月开发对遮来啦，我咧讲哈，你甲检查。这代志毋是遐尼简单哦，应该是足麻烦。哪会安尼啦？哪会无代无志？人家的身躯安尼吃一泡遐一泡，搁发痒。医生讲哦，迄是皮肤去接触到有毒的霉菌。假期，我逐间房间逐工嘛清到清气当当，啊人客若随走，就随我被单，啊棉照被嘛定咧晒日啦。是倒一间房间，啥物所在会有霉菌？丽丽姐，哈，丽丽姐，哦，代志满，是我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休喘者。会长啊，带迄个检验员去恁开心民宿做这个卫生检查哦。结果，恁的民宿使用的芳地裤有微量的霉菌，所以你头拄迄两个人客，迄身躯啦、手啦，较会起红斑，都是安尼来的啦。地裤，啊，迄着骨力长白啊，又搁是骨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语就是三代立志，一代开空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即讲吼，好业袂过三代。哦。因为你虽然讲你有钱，你做好业，你专装上好业，结果你拢无咧做善事啦。啊，无做善事，啊，拢甲遐个伊个员工啊歹啦，甲当做啊无当做人，拢当做搁后底话。哎呦。所以讲，即款的人哦，伊就无法度过三代。
出一个了尾仔囝，就家己毁了了啊。伊即个就有报应嘛，有报应，所以人讲啊，毋是时机未到，是啥物未到？是时间报应的时间了未到，所以嘛，毋是邮便局咧拍电报，对不？对啊，古早时代，古早时代吼，算讲，比如讲像。高公哥哥阿公吼，就感觉讲厝内哦有财产、有家产、有产，啥物货拢有，就是惊讲逝世吼袂晓报销，所以就会用即句话来甲因教示安尼啦。古早时代人。无啦，我是讲较早阿公啊，嘿啊，对无？对啊。无即摆人咧废话紧的嘛，电视之前播，留2、3亿块，这盖就甲砍入去啊。有啊，尤其台湾人吼，拢倒一个去。因兜啊，存3000万块啊，免啊，差不多半年就开工啊。伊无爱讲讲，互人落人的罪。伊3个月就甲开工。其实吼，这是若有法度留钱下逝世，我感觉是真好。但是吼，你若要留钱下伊，不如教伊一个技术。因为咱钱是开了嘛，就像讲我若生着了，不要紧，有可能1个月、2个月钱就开了，所以还技术还家己有法度生存。人讲万贯的家财不如一己的在身啊！什么啊？无一个技术做辛苦嘛，一技之长。对哦，但是我是感觉人吼，莫去轻视别人。没有，比如讲，哎呦，甲像这个，伊拢住了豪宅呢，开迄个双 B 的呢，就就轻视呢，嘿啊，就是讲吼，我嘛要甲伊讲法，当然用鼓励家己的方式，迄是真好，但是呢。欣赏人吼，家己的心态爱平和，安尼你才会快乐哦。数一个30分钟，又个到咯，你个甲恁讲再会咯。对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呢，要奉劝咱大家，不管讲你有钱还是无钱，只要咱有能力，一定爱啊！伊做善事。孤单心稀微，想起你我甜蜜的过去，窗外的雨水是我的情泪，思念的歌不停诉爱悲，一粒心永远袂平静，才知爱你爱。